Hello，大家好，我係比特幣家伙。今日咧就想答下一個問題，就係咧到底2026年呢，比特幣仲有冇投資價值呢？首先呢，講下點解會有人問呢條問題先。原因呢可能好簡單，就係因為咧喺2025年呢，啲人覺得比特幣嗰個價格表現咧好差。咁到底有幾差呢？其實佢全年咧跌咗6.3%。咁6.3%係咪真係咁差呢？定係咧，只係冇比較冇傷害，因為咧黃金咧升咗63%，又或者咧比特幣嗰個價格咧同你嗰個心目中嗰個劇本咧唔同。好多人咧以為佢升3年跌1年，升3年跌1年咁樣不斷重複，今次咧就冇乖乖咁樣跟住個歷史咧重播，於是咧就開始有人懷疑咧，到底呢啲 cycle 啊呢啲 model 咧係咪錯嘅咧？定還是本身一開波已經係睇錯咗比特幣呢樣嘢呢？咁我好中意嘅一個講法呢，就係其實所有嘅模型呢都係錯嘅，只係呢有一啲係有用嘅啫。如果你只係用某一年嘅數據呢，或者係某一個 model 呢，就去總結一樣嘢呢，其實呢個結論呢，到底有咩意義呢？其實黃金啊、股市啊，甚至係香港人最信嘅地產呢，都可以10年呢唔發市嘅喎。其實所有資產都可以有佢令人懷疑人生嘅年份嘅喎。咁2025年只係其中一年，而且呢亦都唔會係最後一次呢達唔到大家嗰個期望。有緣聽到呢度嘅朋友呢，就麻煩幫手 subscribe 個 channel 啦，咁就唔會錯過之後嘅影片啦。咁好老實講一句咧，如果你問緊呢2026年仲有冇投資價值嘅朋友呢，其實心裏邊呢真正想問嘅嘢呢，就係今年呢仲值唔值得去炒啊？或者今年個價會唔會 double 啊？咁樣。如果你嘅 time frame 只係睇緊1年半載嘅話呢，咁我可以好直接同你講呢，嘥氣啦，因為呢啲短期價格呢係唔會有人知道。如果你只係抱住一啲僥倖走捷徑嘅心態呢，其實呢可以直接轉台噶啦。因為呢，比特幣呢唔係一個俾我哋去揾快錢嘅計劃，比特幣呢係一個等我哋唔會慢慢變窮嘅工具。所以最好呢都起碼要有5至10年以上嘅 time frame 啊。我哋真正需要知道嘅呢，就係美國嘅國債呢，只係會不斷咁樣飆升，美元嘅供應量呢，只可以向一個方向咁樣行，而比特幣嗰個供應呢係有限，只要佢唔係歸零嘅話呢，咁佢相對於美元嘅購買力呢，都係得一個方向咁行。而家呢，唔係要你去即刻 all in，但係呢，我哋要留意一個風險呢，就係唔好將自己呢踢出呢個選擇權之外。最後想講嘅呢，其實2026年究竟比特幣值唔值得投資呢一個問題呢，已經係問錯咗問題㗎啦。因為比特幣呢，佢唔係一種投資嚟嘅，佢呢係一種儲蓄嚟嘅。其實最好嘅投資呢，就係投資自己啦。我哋呢，要問一啲更加好嘅問題，例如問下自己點解需要投資呢？問下呢個世界點解可以偽鈔合法化嘅？問下自己喺今時今日到底持有比特幣定係冇持有比特幣嗰個風險比較大呢？OK， 今日嘅結論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喺2026年呢，好好認真咁樣去學習下呢一樣已經存在喺我哋嘅世界17年嘅東西啦。如果你聽到呢度呢，你已經唔係大多數人啦。咁我就喺呢度預祝大家呢，新一年呢，開始儲蓄呢，真正屬於自己嘅財富啦。學識保護自己嘅血汗同埋時間。最後呢，就多謝喺 Lostar 上面呢支持我繼續做呢個 channel 嘅人。如果你已經喺 Lostar 上面嘅話呢，就記得 follow 佢哋啦。OK，今日嘅時間差唔多，歡迎留言理性討論，下次見，拜拜。